屏東牡丹灣州陣風有到14級以上，這是全台灣上介強。也鄉村半島其他鄉鎮，這個陣風嘛有11級以上，何況這麼透，也是有袂少遊客唔驚，無夠安全，走去海邊啊看大鷹。強風掀甲玻璃窗蹦蹦叫，互墾丁的遊客攏驚一條。暴風帶到外圍環流影響，屏東牡丹灣州出現全台灣上懸14級以上的陣風，附近的鄉村地貌11級。 佮加上落大雨，民眾甲風頭好強的畫面翕落來。早上的時候8、9點，風勢最強，風強宇宙。那目前有稍微緩和一點，那預計在傍晚的時候會更好一些。船灣礁一帶海鷹吵吵吼，喺船場旁邊靠近看鷹的民眾離開，遊客攏無咧驚強陣風，真侪遊客來到船灣礁也是南灣一帶。雖然南灣的海沙堡已經封鎖，強風一直甲沙架起來，為遊客用傘看頭來看海鷹，冇按北部路南來閃風台，結果直兩半高危險啊，徛袂在。我們都北部人啊，知道那邊風雨大，我們就往南下這樣子。剛看到有一台車，那個車門差點折斷，這樣應該避免戶外活動，防範露宿，以及不堅固的建築物都要把它固定。那如果在行車中，如果遇到強陣風的話，也尋找安全地點停車避風。恆春半島中晝發出強風警告，車聲無雨，不過現強風，機車徛袂在，汽車歹開門，各民眾無啊去風吹去，趕緊走去叫。房山甲房寮，除了強風，閣有一寸一寸的大雨，汽車佇路面攏愛減速，慢慢啊行。一個出日頭啊，一個啊，就個風較雨啊，風嘛足大，雨嘛足大。若是恆春半島，同阮佇海邊的東港，中晝就出現一陣強風大雨，再去個餐廳厝尾頂的布棚叫強風吹開後去，加在陣點頭無營業，無造成安全的問題。記者綜合報道。